我眼中无我的存在啊！爸，你应该去机场请老社长了。已经到这地步啊，无需要。谢校长，咱若是讲要甲伊硬拄硬，我会惊讲会对咱较不利。萧校长，既然这场冲突无得避免，那安尼只有向前行。我即摆已经进无步退无路啊，应该来就互伊来，只有看书办事啊。小舅，欧阳不来。欧阳不。多少？你敢来还阁我的存在是？约哥，还阁有你。 对我入来去，无我的允准，无论什么人拢不准入来。哎。20年前伫日本，我真心救你的命，然后我真用心来甲你请，甚至我搁较诚心将药膏交你做物件，无义务你认周玉芬这个贵族亲家，你根本就无资格通做一个查甫囝。当年若不是你，我就无这个命。 毋过周孝芬替我生过2个囝，我这世人并无为因做啥物，只求你留伊一条命，我一点仔尊严，惨像查甫囝。但是周玉芬的罪恶，我无法度通去了解。今仔日你一定爱给我一个明确的交代，若不是你亡，就是伊死。 我知影，感谢道上这几年来再做支援，我嘛知影我对药科实在亏欠真多，我愿意用我的血全部来还。 欧道长，我讲过，我要家己处理这件代志。你讲，你要用你的血来还欠我欧道长的恩，甲欠我的情，真好。那安尼，就由我来替。一个想要收卡洗手。 无想要挽回的时段，讨回这份温情。
就算是你向我有带送的救命之恩。咱的夫妻情分，到这为止，无上无相欠。第三刀，你甲伊刀家族永远断绝关系。金苗，伊这最后一刀，一定会阮爸死。我求你。我拜托你，看我代替伊受这刀好无？金苗，我是绝对无可能，目睭紧紧看阮爸爸叫你渡这刀，我要代替伊，就算讲我希我亲身来替，是我的问题。金苗，我求你，金苗，我求你，金苗，我求你！爸，我嘛求你，求你跪落来，甲我斗阵救伊，保你一条生路好无？在这世界上，我已经无妈妈，我的上声想袂过死，我实在无想要过失去我的亲生老爸唯一的亲。爸，我求你，就算讲你为着我好无，爸，我求你。这条死路，我会当好好照顾我的后事。又哥，你家己的代志，你家己处理了。阿姨，爸，
较水哩，较水哩。好佳仔，药膏阿姨哦，拄你迄两刀无上着要害。医生有交代讲，假使你的伤口无发炎哦，真紧就要复原啦。小可手下留情。安尼看起来，药膏阿姨也是有带点情分，伊毋是真心要杀你。就是讲小可会帮我刷，也毋过会伊倒上，是肯帮我研究啊。若毋是你迄阵入来主动，我看迄第三刀拄落去，嘛绝对是无命。金苗，你真是毋甘爸爸死？以前我真怨恨你，因为我认为金华的死应该由你来负责。啊，毋过当当我知影妈妈无死，是你暗中救伊，我已经确定你并不是这样无情的人。爸，我想要问你，你的权势甲你的事业，真正是因为药膏伊才得到的？我会当有今仔日，这一切都是乌鸦文互我的，这就是我一直无愿意忤逆的原因。爸，你做人真讲诚意，我真正足佩服你的。而且你即摆选择接受这处罚，真有气魄。你真正是我上敬佩的人。看哪讲啊，乌鸦文伊是绝对袂放过我的。人讲得失土地公的是无假，爸，咱要赶紧做准备。我即马就去找乌熊参详，调集所有人马。唔好啊！唔好啊！代志啊！我得到消息，听讲老社长准备车过到头老大食饭，恐惊是要针对社长上你。免惊啦，时到时长，无比才会煮番薯汤，真正要甲因拼起来，嘛无一定输赢啦。爸，莫搁丢丢啊，请你下命令，咱来甲伊拼一个输赢。紫色破啊，你永远是我永远在一起。骹手较流利的。阿仔，因两个哪过来？我已经通知因啦，应该真紧就赶来。多谢大家这样的应付吼，来我敬。嘿，来，莫客气，咱哪用哪干吼。这个差不多，差不多大概。
所有兄弟我拢联络好啊，只等你的命令。无必要啦。谢教授，以我的看法，我要问你绝对无遐尔简单就放你煞，所以金庸所讲的话，我有同意。胡兄，咱江湖人讲的是真义，我要问甲要求对我有恩，我是无可能去对付伊。也毋过也问已经有动作啊，咱若搁等下去，时交连行我的机会就拢总无哦。我知影你的好意啊，但毋过我的话已经讲得真清楚，不准自作主张去行动，知无？是。头路，外口遐尼济兄弟，你是啥意思？你是想要对付我，还是对付我的乌道上？你误会啊啦！遐济人伫外口，你搁想要辩解？谢少夫人，唔免叫我夫人啊，我甲伊已经无关系啊。小姐，这摆是我大主大意，甲谢少上完全无关系。你叫是我的上司，无伊的命令，你敢有这个胆？小哥，莫讲去怪胡雄啊，伊毋是这个意思。胡雄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叫兄弟拢转去。是。もしもし，中医，什么？好，我随来。有空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行动真紧吼！你派人出杀我的乌道上，我想要用车甲弄死。有空，你误会啊！我绝对无做这件代志，我都是了解无？你免太假好心啦！这件代志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上好莫是你，若是你做的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有空，有空！什么人做的？是谁人想要引起我甲新郎做的冲突？到底是什么人？先生，行李袂当去吧？开出去。中医，卡桑，请原谅我，我无尽到保护乌鸦母的责任，请卡桑处罚。乌道上是安怎？医生即马当咧急救，有生命危险。我唔知影。中医，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乌道上亲身出面，竟然有两个甲头大兄无来。我得药，迄两个教头大兄一直互人买收起，无怪杀手会知影乌鸦母请客的地点。你敢知影买收伊的人是谁？我希望我用唔着，可能是道上。我道上这摆情形安怎？伊倒他，你是来看我道上死也袂晓。这件代志唔是我做，你敢做啥那唔敢当？我足后悔，拄你迄两倒的时阵，想要对你手下留情。当初我若是心较强的，即马我道上嘛袂倒在内底，甲即马生死不灭。有够！我真感谢你对我手下留情，这份情我会永远藏在心肝内。你莫阁讲啊啦！我足恨我家己的良心，因为我的良心害着我的乌道上。你真正是无情无义的禽兽！这件代志正是毋是我做，我就错，我一定会派人调查清楚，互你一个交代。乌道上有啥物办意？我
这世人绝对会帮你煞。小姐，伊用我做家属，我是小姐，请你对我来。今仔是卖入较好。喂，我想，啥物？有人去讲咱的店？张队，张队，是啥物人来讲咱的店？刚才下来了，我都来看。我想啊，人嘞，在对。先生，我赶来时，人都已经走了。什么人遐尼大胆，敢来讲我的酒店？三船讲遐人伊也毋捌看，我会叫人去查。连续3间店唔讲去用吵去，我想，你这大汉是安怎错人的？是全假是？还是？喂？到底是啥物人？厂后壁敢咧旧我囝同款，敢正面甲我对抗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，到底是啥？先生，八个人来办公室，讲是要甲你见面。紫色破，你永远是我做的梦在起。老哥，好了，你老实讲，老社长这摆去中央人办访，是不是你所设的局？老哥，我敬重你是先辈，也毋过讲话嘛唔通空嘴无舌，要有证据才会。阮四个人甲老社长约好时间要见面，哪会遐拄好？阮都要出门，才接到电话，讲要改变见面的地点。这老社长伫迄个所在，中人暗杀。会当知影老社长行踪的人无几个，你是其中一个。而且听讲最近恁闹甲真袂合，所以你的嫌疑上大。假使你若是甲蒙阮背记做对不起老社长的代志，阮四个人绝对会甲你拼彻底。我要问对我的温情，我唔敢放话。伊即摆出代志，我嘛真烦恼。我已经派人去追查这个凶手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互各位一个交代。安尼会使无？好啊，恁讲遐多，今日无论安怎，嘛爱互阮有一个交代。恁是拍算我要安怎做，恁才会满意？砖头啊倒一支个，阮就相信你是枪毙的。喂，你即马互当作犯下的新闻对无？我实在真同情你，向冤枉的滋味真艰苦哦。这一切拢是你做的对无？你要着啊！你得到的奖品就是死。你啥物人？即摆你还叫袂着是？我互你一个线索，光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甲你讲，我无迄个阳光甲你拍拉梁，有才调，你只要为我遮来，免我放空气啦。莫讲啊！搭几伙人啊，还阁遮尔冲突，我要先将你身边的人，一个除掉。等你一个人无依无我的时阵，才慢慢来对付你。你实在真卑鄙。
屁！这拢是对恁学的啊。跟我学的？你到底什么人？安尼是也要命就是，我就伫你的身躯边，也就是你上界亲近的人。亲近的人？你是金庸？做你慢慢来聊，无到最后，礼题是袂用该开的。我知影你还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你着好好去应付迄死车老狗吧。恁拢有听到吼？明明是有人乌窟来要我跳。谁知影这是毋是你所设的局？是毋是优待恁啊？莫讲，互恁面子恁无爱。恁嘛要想清楚，我若真是要杀乌鸦本，敢会无留后步？恁都毋惊，行袂出这个大门。真是要逼迫上人，我嘛毋惊。甲恁搬一道大肚的，到时阵，大家都真歹相看。好啦，今日就相信你啊！上好是莫烦失望。无啥。谢刘长，你有想过无？咱是平的，伊是暗的，你看要安怎做才好？管好你家己的代志啦。若是阁出代志，你就莫来见我。你有要紧无？免烦恼啦，我倒上，什么款风影都拢经过啊。这款代志吼，小伤。拢是我害你的，我无应该叫你来台湾，害你受到牵连。讲查某囝，今仔日倒伫遮的吼，加载是我。换阵若是你甲七友，我都有影袂堪的啊。乌道上。你敢有看清楚对你下手的人是谁？对我下手的人并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到底什么人是幕后的主使者。除了塔罗也够谁？最近厝发生战事代志，拢甲周月芬有关系。伊为着要维护周月芬，才会做出这款代志。是我家己想戆啦，竟然对伊手下留情，才会予伊安尼得寸进尺。竟然对乌道上下这种毒手，这届我绝对袂阁忍，我一定爱伊甲周月芬付出代价。你想莫遐着急，这样代志以我的判断，甲头路无一定有关系。啊，不过我亲目睭看伊咧调派人员，以我对伊了解哦，伊并毋是遐尼阴天的人。你甲想看卖啊？伊若正经有心要对付我，敢会真是遐尼好胆做甲互你看到？嘛有可能，伊是故意要霸清嫌疑啊！唉，即马情势遐尼乱哦，任何人拢有可能对我出手，我哪有可能有人故意要陷害塔罗，再设计这出龙高小家？若毋是塔罗，啊，阁有谁敢对我倒上下手咧？你甲想我咱厝内发生过遮侪代志。你、我、七友、伊都卡做久的人，甚至连金庸嘛捌出事过。到底即马还阁有啥物人自头到尾拢无代志？你是讲中医？无可能啊！中医是我一手请大汉的。我阁用我的性命甲宝贵。塔罗若正经想要对付我，
伊是绝对袂放过中医的。而且吼，你也知影哦，伫现场叫我紧走的是中医哦。中医嘛捌为着伊家己摕塔罗暗砍酒粉的代志，敢讲，咱的身躯边连一个信任的人拢无啊？既然家己的人已经拢袂信用的啦，其实我有想到一个人会使利用啦。伊这个人的心性非常的可怕，连家己的老母伊都我都让我出卖。你是讲金庸？你永远是我做的，你纷纷在一起。金庸，你哪伫遮？我知影老小刘出代志，新王组的代志我无方便插手。我在想，阿姨可能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，我毋才过来看卖。金庸，想袂到你对我这么关心。爸爸对你的亏欠，由我来弥补。我毋知影我是毋是做了真好，啊，毋过我会尽力去做。我到时候拄仔找你有代志，你对我入来。我倒上，金庸拄仔伫外口，我带你来看你。老社长平安无代志，感谢天公伯的保庇。阿里嘎多，金庸，你敢敢就抓这样代志，甲你完全无关系？我就抓，我以我的性命保证，我绝对无陷害老社长。真好，玉库，麻烦你拖对物件摕互我者。这内面有一个秘密户头的号码，甲一寡杀手的名单。什么人若摕到这块片，伊就会用个随意动用内面的资金甲人员。老社长，这甲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捌甲你讲过，我真欣赏有野心的人。假使我若愿意帮助你完成你想要控制胰岛集团的心愿，你敢决定加配合？老社长，你的意思是爱我反背阮爸爸？安尼先想唔对啦，应该讲保护才对啦。当初我会决定要互你来接管，是因为我有听佑哥咧讲你对伊原来真真心，所以即马只要你肯做这个决定，这块片就交你保管。老社长，从即马开始，我一切拢听你的命令。假使我反背你，我愿意接受上严格的处罚。歹所在啦，哎，歹所在啦哈。我跟你讲啦，那我山顶的风景哦，真正水的，爱唱的歌哦嘛足好听呢。是啊，恁这个空气哦，真是足好的。假使下个月到伫遮，唔知偌好呢。水，当然用是，要么至少等你开刀开煞。哟，我看你啊对心爱安尼这么关心，就知你两个感情哦，真点袂歹哦。假使讲阮情愿，若是会当伫咧遮，唔知要偌好咧。心爱，歹势啦，
毋是要调工破坏恁大家快乐的气氛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代替金华，好好友好你的。假使讲阮金源，若是你一半的坚强就好，我相信伊都袂遐尔早死。你著想较开个，莫想遐济啊。是啊，我相信金华在天之灵，一定无希望你逐工为着伊，直接遐艰苦。为着金华，为着阿伯，你较坚强的，知影无？阿母，我山顶有一句话，一起来结束，你要坚强起来，吼。来，咱拄只饭的啦，真甜哦，煮讲会紧，无掺农药的哦。阿伯你食，我给你配的，我唔怕紧。有甜无？有甜哦。这是今晚送我的幸运钱。我会记的，今晚从这送给你，嘛等于从伊的心送给你。我本来是要把这个幸运节当作是我的心送给今晚，希望我今晚会当重新开始。你敢知影今晚安怎讲？当初你甲你的心交我，即马我嘛甲我的心交予你。我是真想要收落来，也毋过我已经不是要来顺结的姻缘了。我袂计较这个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唔知敢要陪你袂顶过。咱若是当像即马安尼，啥物话拢会当讲。对我来讲，我已经感觉真欢喜。你的这份心意。甲我交互时来，原来金华一直在宣传我对你的爱。心爱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一直放在心内。即马，我要甲我的心交。我袂互你一个人孤单面对一切，我一定会陪你。我一定会好好珍惜，因为世内面唔单单有你，还有金华的爱，我连金华的分寸会爱你。金华，你有看到无？我较刺激你，一定过了足幸福的，才着辜负你对阮的好心，佮期待。金啊，你俩保庇心爱，互伊的病较早好起来。心爱，心爱，心爱。
为啥不？师傅！浮沙破零。到底是啥物人甲我作对？因当安尼无声无水，连续地暗算我，我连一点仔含个能力都无。你啥物人？到即摆你还叫袂叫是？我予你一个线索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安尼讲起来，就是我身躯边的人啊。对我的举止行动，才会遮尔啊清楚。是金庸，或者是明镜，也是中义。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，是去我掠到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。想袂到这药性这么强。啊，即摆社招上身躯边的人，大家拢嘛知影失去性命，规个拢活伫我这边，就是无想要对我的人，我嘛叫人甲处理掉。你即摆是咧创啥？去甲放开！你着社长，你救醒啊！江明清，原来伫我背后变鬼变怪、煮煮食的人是你。会晓讲是，嘛会讲毋是啦。连家己做的代志都毋敢承认，你真是一个衰仔囝。讲咩啊？你以前啊当作是只野尾仔狗，爱骂就骂。你即马落伫我的手头，若是敢讲对我不敬，你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免在放臭屁，凭你的才调，无迄个胆敢做这种代志，背后一定会让你天理着。无毋对。好像连你也有份。当然我嘛有份。你若知影只要绑票，我就是其中内面的一个，你绝对会发现。所以。叫啥？歹势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听你讲，时过大家咪我大病对。我想，我才我安尼信你，你安尼做，敢有江湖道义？敢没你资格甲人做兄弟？人家讲道义啊，囥两边，利益啊囥第一条。即马这社会。咱也无咧讲道义唔道义，虽然你是重情重义，我是重钱重利，为着生存，我无反背你咧。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我甲你讲，
因这反骨的叛徒，上好即摆就欢喜，无人工落在我的手头，死真歹看。哼，你是讲煞袂？会嘴打吼？陈先生，来啦，请你啉一凉。安怎？袂歹吼。陈先生，我今日一人哦，看起来真无聊，准备要互你快乐一下。放开！你是要甲我抓倒去？放开！你是要甲我抓倒去？你是要甲我抓倒去？刘老爸，你毋是想要知影幕后总教练是啥？我即马就先传你啊！那是你，安怎感觉奇怪是？你应该想会到，我身躯流的是你的血，你会甲救你，栽培你的丢人妈秘密。我甲你这无安怎熟的老爸，是安怎袂呢反驳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是我对你的保障阁无够，也是我对你阁无够好？好，是啦。你对我真正足好诶，好甲我必须要储备我的妈妈，才会换来这一切。好甲我必须要牺牲金钱，甚至还因为我牺牲性命。原本遮尔好的人生，全部叫你毁掉，变做你身躯比一只野马仔狗。我今日所有一切。全部是你予我真正要感谢你这个亲生的老爸。金苗，原来你心内面一直拢无放弃对我的怨恨。最近所发生的一切，拢是你做的对无？我简单来讲，一部分是我做的，另外一部分当然是我做的。无可能！金明是我的后生，要哪跟你联合起来对付我呢？金明虽然是你生的，不过是我甲车勇大汉的。阮除了无血缘关系，伊就甲我亲生囝同款。阮爸仔囝感情是无法度切断的。原来真情啊！林拢是你做戏我看。若是无安尼做，你敢会中计？安尼讲。阮厝所发生的一切，拢是你。无唔对，伫你面前唱针。这边管理哪差一个针呢？什么人？是什么人来过我的房间，甲一支针插在我的面镜顶头？伫恁规家口的门内底下毒。奇怪呢，这个门有怪怪的味。是啊，这柜内底敢若有农药仔味。安排人骑机车去暗杀药库。处理！处理！也阁有挑过伊去啉有毒的茶，来换取药库的信任。你即摆是咱是我什么？唔信另外上，我啉无你看。代志拢是我这个乖囝做的。
另外，玉芬无死的代志，我早就知影，是我派人甲伊放出去。代志会当做甲遮尔慢，当然阁需要其他的人互相安排。明正甲乌相，就是阮边仔囝上界得意的助手。杨老爸，歹势咧，大叫啥？歹势啦！人讲食人的饭啊，还人的问，我是不得已的，卖怨叹吼。怪我一直查袂出凶手到底是啥物人，原来恁大家拢有份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到即摆你也叫袂着，我予你一个线索：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金满山。我超过义务，甲互恁教到血哪流。但你众叛亲离的时阵，未了你，就袂输倒顶年间这尔简单呐！总讲一句，是我判断错误。我就是你是一个无反击能力的人，想袂到，你竟然是一只阴天的狗！对付你这款人，就要用这种非常的手段。原本我甲玉芬金融金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是你硬要抢夺我的家后，害死我的查某囝，将我的人生甲事业完全毁掉。你实在真该死！好。算是我唔对，总讲一句，造成今仔日的后果，拢是我看人袂省。你要抬就抬，别乱啰嗦。丁天生，你看好清楚，这就是你下令要处决玉芬的所在。我挑过伊选家来做你纵身之地，这就是。因果循环，你害死家己的查某囝，今嘛互你的囝亲手来解决你。金龙，动手啊！动手啊！我你忍下，是你家己讲的，要替金源报仇，是你家己讲的，无想要让别人看不起你。即马，你只要甲断落去，你已经受到折磨甲痛苦，就完全消失了。你的尊严，卖当讨回来啊！去动手！爸，咱所受的痛苦，拢是伊造成的。这尔简单，互伊死，想要办伊啊！若是无好好接活伊，难消除我心肝内的怨恨。你应该毋是对伊软心嘛？吼，对伊软心，亲像伊这款人，就算讲死十届，我嘛嫌无够。当我甲伊接无到，我会亲手解决伊的性命，替中华报仇。上文不准甲我抢。杨老爸，社长讲的嘛有道理啦。怀疑李天生伫咱酒头，你哦，即马敢若慧玲共款，我哦比死搁痛苦。不如哦，咱就留伊这条狗命，想要甲恁弟的时阵，就拖出来恁弟，安尼是真趣味。革命者！
讲着要共糟蹋，也是你较有经验、较厉害。啥若是敢得势你，你就凄惨路偏。我这是顺社长的意思，但过这一切嘛是要听赵人爸你的决定。安尼嘛好啦，先甲伊带转去，等我若赢，再来慢慢啊伺候伊。是。甲伊一支脚毁掉。想要死啊！无这尔便宜啊！金苗，咱来走。倒来。医生，伊的情形安怎？这 X 光片看起来，病人的脑瘤已经压迫到视觉神经，恐惊真紧就死命了。若是马上开刀咧，这当然是上好的解决办法。啊，不过并不是万无一失。万一有啥物差错，病人变成植物人的几率真悬哦。医生，拜托你，敢能替我联络一间更较好的病院，无论开偌济钱拢袂要紧。我希望我会当马上带病人落山去开刀。我尽量想办法。啊，无你先入去看病人。心爱，你放心，你一定好起来。咱才要开始呢，你一定要讲话算话，一定要好起来。我会伫你身躯边保护你。经过重重的波折，我总算是搁坐回这个老位置啊。赵人爸，有一句话讲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就表示国宝集团，伊搁要伫赵人爸你的领导之下，开始大展宏图，发扬光大。王明正，你的废话搁真多哦。废话？无啦，大舅啊，敢讲你无希望家己爸爸搁转来重新掌权？你只要野尾仔狗搁在受康，是要使龙树威少。金苗，咱爸囝真亲，敢讲任何人会当破坏咱的感情是？刚才讲，这摆我回来，不过是要讨回公道。若是讲到事业，我一定决定要互你放手去做。对即摆开始，你就是社长。依照集团也改回原名国宝集团。多谢爸爸，等一下我马上去办。赵人爸，那安尼我咧，即摆哦，我无功劳，冇苦劳。我要真多笑，也袂甲你算咧。我看哦，唔免算啊啦。以后我就乖乖对恁身躯边，听恁的吩咐啦。头家，恭喜哦，也
但即马头家甲社长两个爸仔联合起来，我看姑母集团已经开始要去发威啊，绝对发动了拍遍天下。多谢你的相挺，阿兄，这摆你出真侪力啦，你的好处我一定会记的，以后也有真侪所在爱照重你。那安尼讲，以后咱要合作的机会还佫真侪，还是要望头家你的牵线。嗯。对啦，大姑啊。社长，唔知伊道集团的资金你掌握偌济？要大出骹手是需要真侪钱哦。这无需要你烦恼啦，若是无代志，恁先出去。是，大姑啊，社长，我上大爱，我请你来饮一杯啊，咱两个家己好好庆祝。好啊，头家，要不阮先息咧。你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是？我是要甲你讲出去的问题啊！我已经得到老社长的信任，摕到这口座的密码，我拍个电话互你看。这个老社长哦，也准讲我会对伊效忠啊。所以唔只放心哦，甲最后这笔钱交我。爸，咱两个会利用哦这笔钱。你嘛唔对，无可能啊！明明是老社长叫这约克亲身交我的啊。先莫着急，较冷静咧，搁试一下。哦。我想唔对，哪会安尼咧？看起来你是去互变空啊！哦。阮在起。我倒啥？哎，加油啊！哦。你今仔感觉怎？好真多啊！啊，七号。只要去买中药，甲你订补，中医陪去，等下就转来啊。哦，七号这囡仔可真大心哦。又个，他都有几工有啥物动静？我已经几6天无看伊个人啊，嘛唔知去倒位。几6天无看的人，敢会是金庸已经动手啊？我倒啥？你是讲金苗？你来甲拄啊好，我倒上拄有代志要问你。我先问你啦。你是安那要摕这假的密码互我？是安那要骗我？假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无可能。我倒上！金苗，你是起笑的，你唔惊你的手抓受到报应？手抓对我来讲，就好像就食饭同款。你唔系了，准讲你要利用我，对阮爸爸唔知影，我都已经照你的意思去做。是安那要摕这假的密码？我这世人上怨恨别人欺骗我。骗你，我无迄个必要。我甲你讲，迄个片也是正确的。我迄度已经试几下届啊，敢讲电脑会骗我上？我试看卖，无条我会当破解。你甲啥话？你莫想害我倒上！把密码交出来，我会放你一条线。安那？爷妈，莫阁叫啦，阁叫嘛无用啦。迄个大哥早已经叫我讲分去。金苗，我叫伊，我
土桑已经受伤啊！把密码交出来！我真正无骗你，迄号码是真的。看起来，你要目睭紧紧看恁老爸死在我的手头。金苗，你害人是我，一切由我来承担。要杀你就杀我！把密码交出来！变个这么无良心！唔对，无良心的人是你。对啊，恁骗金庸对付伊家己亲生老爸，徛关山看马相谈，害因爸囝互相残杀，这就是真正的无良心。是讲，伊的亲生老爸嘛，毋是什么好人，我一定甲伊抓起来，以后我会好好来侍候伊。原来幕后的主使者就是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即摆知影已经上班啊啦。你大老先生，只要将密码交出来，我就当放你一条生路。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机长，姐，中去，开枪！紧开枪啊！后妹，阮都曾即摆人伫倒位，你该安怎？正情伊甲我吊起来拍，我即马就一行一行行伊。莫阁紧啊！我看你面色，敢若无啥爽快呢。无论安怎，你就一定爱找到心爱。我伫烦恼伊的目睭，若完全看无的时阵，是要安怎？我准你退了马赛。今摆你天生比一只狗更较不如。卡过来，我这双脚跪天跪地跪爸母，绝对无跪你这款小人。我就唔相信，我无就互恁跪啦！个人的土桥，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拉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こ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。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着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。又在人生一路，站站起坐，终点是家我。呼噜萨托，呼噜萨托，你永远是我最。